真福气的阿嬷要来向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，欢喜学台语。今日要来讲16篇马孙仔有台语。伫个1991年，台湾有出一本台语的儿童念谣，这个歌谣是叫做《红玫瑰》，由咱王金选老师创作的，信宜基金会出版社出版的。内底念谣真趣味，真适合小朋友、大朋友、后生囡仔要来学这个念谣，讲台语。连续假日，阿孙呢要倒来阿嬷遮住，我就讲，无论是11字形、食、穿、住，行路拢爱来学讲台语哦，讲好。阿孙的国语、英语拢足够的哦，但是咱的母语台湾话袂晓讲，佫听无。咱讲接讲台语就会顺，工课接做手袂顿。阿孙呢真认真学，佫真认真讲，佫真认真听。我即摆要来讲一篇兔仔食青草来念谣，大家做伙来听看觅。等下阿孙呢会伫影片内底学着，咱大家甲鼓励。咱即摆做伙来读这个兔仔食青草的念谣。兔仔噗噗跳，跳去阿嬷兜，食青草规桌顶，逐项拢总有，哪会无红菜头？阿孙呢读3-5遍，伊就记咧伊的头壳内底，就会晓读啊。咱即摆来欣赏伊的影片哦，多谢。兔仔食青草，兔仔噗噗跳，跳去阿嬷兜食青草，规桌顶，逐项拢总有，哪会无红菜头？我要叫阿孙呢学读台语念谣，好。兔仔食青草，兔仔噗噗跳，跳去阿嬷兜食青草，开桌顶，哪项拢总有，哪会无红菜头？